duda Jeshorahi, Zilsti samieruda udra,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天头笔筒嘅珠珠嘅关系，哪个珠珠？就是到半年前，伫遐个笔筒夫圈发生嘅相似事件，竟然都是木珠和拍到金金的，主要嘅笔筒，你一甲子按定强嘅事情。对条来过一摆，8年前嘅演秀，就是越战越黄。这已经是皮糖第3条人命了。你们到底查案查得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请你们到教育厅集合，我们要统一做笔录。后来我就回房间啦，一直到早上被吵醒，我都没有出来过。你记得他的手机？没有啦，我是习惯把客人的电话记在手机里面。那就前因后后查清楚，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啊！你是好人，我还怀疑你跟皮糖案有关。我劝你还先帮自己圆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我不懂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自己人要帮。哦，是吗？喂！你跑什么？大哥，拜托你，我又没做错什么。我今天没有要找你麻烦，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
这几个案子各为独立的案件，自杀案已经结案，小贩的正在查，还有现在这个，我认为是意外，请你不要不为他。意外。你赶紧闭到嘴，要提神，把我俩危险，因为技术我哪个叫来而已啊？哪有可能啦？证明啊，证明有鬼啦！不，这怎么解释？啊！条家，你同佢做证明有鬼啦！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？很多，每个房客的背景，还有所有跟皮糖有关的资料。你干脆帮我们组一个家庭。好啊，就怕你不敢。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你的要求我没有办法答应。你别这样看我，侦查不公开是规定。算了，自己想办法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了？不是突然，是一直都很有兴趣。不是电 DNA 啦，因为凶手就在眼前。按照规矩来，先向法院申请搜索。退后。有什么话，这里说就好了吧？这里发生命案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。不用问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现在蛮打扰的。大人选，唔通大人选啊？我的目个有唔对。人找到了没有？阿冇。杨国公，笔筒给我呢，如果没有新的东西，就赶快结案吧。有多少共犯？犯罪动机是什么？这些疑点都还没有厘清，你要我怎么结案啊你？一笔同度，要踢到幾有魔鬼怪，一下青葱肉嘅氣，腦記就一隻一隻撒出來。警察说，这件案子可能跟你们这几个房客有关系，而且这事情啊还没有结束。怎么只会跟房客有关系啊？你跟小芳不算啊？当然不算啦、我跟小芳两个看起来再怎么看都不像坏人，你说是不是？那这么说来，这李子玲啊，天天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你干嘛扯到我？你才心怀鬼胎，表里不一耶。小太家嘅不猜从证明来讲，像系监视器证明太家冇离开过监房，那这种消极性的证据，其实有懂懂问题。照你嘅意思来讲，你全都冇嘛个不猜从证明了。